唔好走。如果你日日捱更抵夜搏到盡，但個荷包嘅錢就好似長咗腳，賺幾多留幾多，日子過得磕磕絆絆，做咩都唔順心。唔好先怪自己命唔好，運氣差，更加唔好怨老細孤寒客戶難搞你，好大機會係被自己屋企客廳呃咗。我做風水命理呢行差唔多20年，見過好多人明明能力唔差，機遇都有，但就係留唔住財，順唔到時，查嚟查去，問題全部出喺日日對住嘅客廳度。今日唔同你哋吹那些虛無縹緲嘅封建迷信，唔畫符唔睇八字，就從最實在嘅環境磁場同心理影響講起，用白話同你哋拍透你屋企客廳入面那些悄悄吸你財氣、耗你精氣神嘅隱形掃把星。看完即刻返屋企清，唔好等將財氣耗光先後悔。先同你講句實話，古人講嘅風水根本唔係什麼玄學，本質就係環境學加心理學。講白咗就係你住嘅地方乾淨通透舒服，你心情就好，腦袋就醒，做選擇唔糊塗，人物財氣自然向你身上湊。反之，屋企亂七八糟，氣流塞到實，光線暗沉沉，你對住耐咗就容易燥底糊塗。就算天上掉餡餅，你都可以踢走，再多財富都留唔住一條毛。好多人總覺得風水係有錢人嘅事，普通人唔使講究。呢句說話錯得離譜。越係普通人，越要重視客廳風水。客廳係屋企嘅氣場中心，係財氣人氣嘅聚集地，相當於你屋企嘅門面加財富。呢個地方如果被亂七八糟嘅嘢佔住，被負能量嘅物件塞住，你一世都唔好諗，順順利利儲到錢，日子只會越過越屈機。今日就同你哋盤點客廳入面最唔應該留嘅9種耗能物品，每一樣都親身驗證過，全係踩過坑嘅人用血淚總結嘅教訓，冇一句廢話，字字扎心，句句到肉。你對住自己屋企客廳有一樣應一樣，唔好肉赤，應嘅係垃圾，留嘅係財氣同福氣。第一樣都係最常見最慳人嘅冇生命嘅塑膠假花、絹花，仲有乾枯嘅死花枯枝。我咁講，10戶人家有8戶，客廳電視櫃旁邊、茶几上都擺住呢種嘢。點解？貪方便，覺得養真花真草太麻煩，日日澆水施肥，稍為唔小心就枯咗。不如買幾束永遠唔會謝嘅假花，睇起身光鮮亮麗，又唔使費心打理，一舉兩得。但你哋唔知呢種嘢就係典型嘅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表面靚仔，入面全係負能量，妥妥嘅退財神器。從風水磁場講，假花、絹花冇任何生命氣息，入面係空嘅、死嘅，屬於虛物。擺喺屋企最核心嘅客廳，就相當於俾你嘅財氣畫咗張空頭支票，睇起身好似可以賺到錢，實際上全係泡影，賺幾多留幾多，到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。仲慘嘅，呢樣嘢會俾你嘅潛意識下毒。你日日睇住呢啲虛假冇生氣嘅花，潛意識入面就會形成一種求其嘅心態，反正假花都可以睇，求其啦，反正呢件事都可以應付，唔使太落力。久而久之，你做任何事都淨係有3分鐘熱度，馬虎了事，賺唔到大錢，留唔住財富。唔係運氣差，係你自己被假花嘅。求其磁場帶偏咗，仲有那些乾枯嘅枯枝，死咗嘅乾花，比假花更慳。假花只係虛，乾花枯枝就係衰，佢哋身上帶住強烈嘅死亡氣場，就好似一個無形嘅吸能器，日日吸你身上嘅精氣神，令你越對住越攰，越對住越冇鬥志。明明瞓咗8個鐘，起身都仲昏昏沉沉，成身冇力，令連錢嘅心思都冇。你話呢個財氣可以留得住咩？我再強調一次，屋企養嘅真花真草，如果枯咗唔好肉赤，連盆帶泥一齊扔出去，唔好留喺客廳度積埋啲污濁之氣，更唔好買假花、絹花湊數。真係想擺花，就養幾盆易打理嘅綠蘿、富貴竹，就算一盆多肉，都比假花好100倍。有生命嘅嘢先可以帶來有生命嘅財氣，呢個係最基本嘅風水邏輯，唔好犯傻。第二樣，壞咗、殘缺、唔全嘅日常器物，講白咗就係垃圾嘢，留住佔地方，耗財氣。你哋屋企有冇呢種嘢？牆上掛住嘅時鐘早就冇電池，指針一動不動，你總話遲啲換電池，結果拖咗幾個月、半年都冇人理。客廳嘅燈泡
壞咗個就求其用，任由客廳留低陰暗嘅死角。仲有那些邊緣裂咗嘅飯碗，有條長裂縫嘅鏡子，少咗隻腳嘅板凳，按鈕壞咗一半嘅電視遙控，充唔到電嘅舊充電寶。唔好覺得呢啲嘢仲可以用，因咗可惜。喺風水入面，呢啲殘缺壞咗嘅物件就係匱乏嘅象徵，日日擺喺客廳，就相當於日日俾你傳遞我唔得，我唔夠好，我好匱乏嘅信號。久而久之，你就會習慣殘缺，接受匱乏，錢冇動力，使錢冇節制，甚至會遇到各種意外，導致財富流失。我同你哋拆解下時鐘。喺風水入面代表時間流轉、運勢流轉。客廳擺一個停咗嘅時鐘，就相當於你嘅運勢、你嘅生活徹底卡殼，手頭嘅項目停滯不前，錢嘅機會擦身而過，甚至連感情、人際關係都會變得僵硬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心理暗示嘅力量。你日日睇住一個唔動嘅鐘，潛意識入面就會變得拖延、懶散，做事冇效率，點可能引到錢？仲有那些壞咗嘅燈泡，光線係風水入面嘅能量源泉。客廳光線暗，就相當於你嘅財氣之光被熄咗，主人冇鬥志、冇精神，做事糊塗，就算有好機會都捉唔住。而那些裂咗嘅鏡子、殘缺嘅板凳，更係破運嘅象徵。鏡子裂咗，寓意破鏡難圓，會影響家庭和睦、人際關係；板凳殘缺，寓意根基不穩，會令你做事冇底氣、冇依靠，事業、財富都站唔穩腳。聽我講喎，呢啲垃圾嘢唔好留，唔好覺得求其用啊！你求其嘅唔係物件，係你自己嘅運勢、你自己嘅財氣。今日就去檢查一遍，凡是壞咗嘅、殘缺嘅、用唔到嘅，通通拎出去。就算係剛買冇耐、冇點用過嘅，只要壞咗都唔好留住，佔地方，留住佢哋，就係喺自己嘅財路度擋路，純屬自尋煩惱。第三樣，正對住大門擺放嘅巨大穿衣鏡，呢個係最容易被忽略嘅退財陷阱，好多人都踩過坑，好多人為咗方便出門前可以整理下衣着，就將塊大大嘅穿衣鏡掛喺大門正對嘅牆上，覺得又方便又靚。殊不知呢一擺就將自己屋企嘅財氣福氣全數擋出去，相當於親手將送上門嘅財路焊死咗。從風水磁場講，大門係屋企財氣、人氣、福氣嘅入口，相當於你屋企嘅財神門。所有嘅好運氣、好機遇、尊貴嘅客人都從大門入來，而鏡子嘅作用係反射。你將鏡子正對住大門，就相當於將所有入來嘅財氣、福氣全部反射出去，入來幾多反射幾多，相當於你屋企嘅財富係流嘅，根本存唔住錢。我見過一個客戶，屋企條件唔錯，生意都做得幾好，但係就係留唔住錢，賺幾多使幾多，有時仲會莫名虧損。查咗好耐都冇找到原因，後來我去佢屋企一睇，嚇親我，大門正對嘅牆上掛住一塊1米幾高嘅穿衣鏡，鏡面光亮，將大門擋得實實在在。我叫佢即刻將鏡子移走，唔到1個月，佢就話生意上嘅回款順利咗，都冇咁多莫名嘅開支，手頭慢慢儲到錢。除咗擋財氣，呢塊鏡子仲有一個隱患，好影響生活。你諗下，半夜或者黃昏，你拖着疲憊嘅身軀返屋企，一開門，突然之間睇到鏡子入面有一個模糊嘅人影，唔係嚇一跳咩？一次兩次還好，長此以往，你嘅精神會變得高度敏感，夜晚瞓唔好覺，發夢易醒，日頭冇精神，工作效率下降，錢嘅心思都冇，財氣自然就走咗。有人話咁，我想擺鏡子點算得？但絕對唔可以正對住大門，亦都唔可以正對住沙發、睡房門。最好嘅位置係擺喺玄關側面或者衣櫃門入面，又方便用，又唔擋財氣，一舉兩得。記住，鏡子係雙刃劍，擺對咗係助力，擺錯咗就係最大嘅退財陷阱。第四樣，堆滿雜物嘅茶几桌面，呢個係最影響你專注力、最耗財氣嘅重災區，冇之一。而家你哋即刻轉頭睇下自己屋企嘅茶几上面，時不時堆滿咗亂七八糟嘅嘢，冇飲完嘅飲料瓶，拆開嘅零食包裝，纏埋一齊嘅充電線，細路仔嘅玩具，
大人嘅藥瓶、鎖匙、紙巾盒，仲有各種亂七八糟嘅小擺設，是不是覺得好正常？是不是覺得反正用完就收，求其睇就得？大錯特錯！茶几係客廳嘅核心焦點，係全家視線落腳最多嘅地方。喺風水入面，茶几相當於你個人嘅微型財富。你嘅財富乾淨整潔，你嘅財富就順暢穩定。你嘅財富亂七八糟，堆滿垃圾，你嘅財富就混亂流失，點儲都儲唔住。可能有人會話呢個就係吹水，一張茶几啫，可以影響什麼？我同你睇個實證，普林斯頓大學嘅神經科學研究所早就做過研究，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證明，雜亂嘅居住環境會直接耗盡人嘅認知資源，降低專注力，仲會增加內心嘅焦慮感。你日日睇住雜亂嘅茶几，腦袋就會跟着混亂，做選擇嘅時候糊塗，使錢嘅時候衝動，賺唔到錢，留唔住錢，唔係運氣差，係你嘅財富被垃圾污染咗。我見過好多人茶几亂到唔想伸手，屋企都亂七八糟。佢哋大多有一個共同點，請冇頭緒，使錢冇節制，總係懵懵懂懂咁使錢，懵懵懂懂咁虧損，就算再努力都儲唔到錢。而那些屋企乾淨整潔、茶几一塵不染嘅人，大多思路清晰，做事果斷，錢順利，亦都可以儲到錢。呢個就係環境對人嘅影響，潛移默化，深入骨髓。聽我講，今日就動手，將你屋企嘅茶几徹底清空，淨係保留必要嘅嘢，一個水杯、一盒紙巾，其餘所有嘢，無論係充電線、玩具，還是藥瓶、鎖匙，全部收喺茶几嘅抽屉入面，或者收納盒入面，唔好擺着面。唔到一個星期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思考問題變得清晰咗，使錢都變得理性咗，甚至會有意外嘅小收入。唔信你試下，呢個唔係玄學，係實實在在嘅心理影響同環境磁場嘅作用。第五樣，來路不明嘅古舊器物，講白咗就係二手垃圾，唔好覺得有品位，其實係喺自己招災惹禍，耗財氣。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去舊貨市場跳蚤、地攤淘老物件，覺得擺喺屋企有文化品位，顯得自己有格調。無論係老家私、老瓷器，還是老擺設、老錢幣，只要睇起身似老嘢，就買返來，滿心歡喜咁擺喺客廳。殊不知呢啲來路不明嘅老物件，可能就係你屋企運勢下滑、財氣流失嘅元兇。我做呢行咁多年，見過好多因為淘老物件而招災嘅人。有個客戶淘咗個民國時期嘅老櫃擺喺客廳，結果唔到一個月，屋企嘅細路就經常半夜驚哭，夫妻兩個亦都莫名其妙咁吵架，生意上更是接連虧損。後來我去一睇個櫃，以前係擺喺一個充滿饑荒同疾病嘅家庭入面，上面黏住濃重嘅負能量，相當於將別人家嘅災禍一併帶返自己屋企。你哋要明白，老物件呢種嘢係有記憶嘅，佢會吸附以前主人嘅氣場、情緒，仲有生活軌跡。如果呢個老物件嘅前主人一生坎坷、多病痛、災難，或者屋企經常吵架、充滿戾氣，咁呢個老物件上面就會沾滿負能量。你將佢擺喺客廳，呢啲負能量就會慢慢擴散到全屋，影響你嘅情緒、你嘅健康，甚至你嘅財運同埋人際關係。更驚嘅係好多舊貨市場嘅老物件來路不明，有啲甚至係從墳墓入面挖出來嘅陪葬品，陰氣極重，擺喺客廳會嚴重破壞屋企嘅氣場，吸走屋企嘅陽氣同財氣，令你越對住越倒霉，越對住越窮。仲有那些表面有裂紋、有損壞嘅老瓷器，喺風水入面，裂紋就係藏陰納邪嘅地方，會不斷釋放陰穢之氣，影響家人嘅身體健康同運勢。我唔係唔俾你哋收藏老物件，關鍵係要來路分明。如果係自己屋企傳落來知根知底嘅老物件，冇問題，擺屋企仲可以添福氣。但如果係從地攤淘返來，來路不明嘅，就算再平再靚都唔好買，更唔好擺喺客廳。唔好為咗所謂嘅品位，拿自己嘅運勢同財氣開玩笑，唔值得。如果你哋屋企已經有呢種老物件，而且擺咗之後，屋企出現莫名其妙嘅唔順、吵架、生病，即刻送走，要麼送俾識行嘅人，要麼當成廢品回收，唔好留住，留多一日就多耗一日財氣，多招一日災禍。第六樣，體積龐大、長期唔用嘅累贅擺設，純屬佔地方壓氣場，將你嘅財氣同鬥志全數壓低咗。
好多人要麼好面，要麼抹唔開人情。喺客廳最顯眼嘅位置擺一塊幾百斤重嘅天然奇石，或者尊巨大嘅紅木雕刻，覺得咁樣顯得威風有檔次。仲有啲人一時衝動買咗跑步機健身器材，擺喺梳化旁邊，話要健身，結果買返來只係跑咗幾次就閒喺度鋪滿灰塵，變成累贅。你哋有冇諗過呢啲又大又重、長期唔用嘅嘢擺喺客廳，就係喺壓你嘅氣場？從風水講，客廳講究藏風聚氣，需要有足夠嘅空間等氣流自由運轉，咁樣財氣先可以聚集。而那些龐大嘅累贅擺設會佔據大量空間，堵塞氣流，令屋企嘅氣場變得沉悶壓抑，相當於俾你嘅運勢壓咗一塊大石頭，令你喘唔到氣。尤其那些樓底唔高嘅單位，再擺上一個又大又重嘅擺設，會俾人一種強烈嘅向下壓迫感。你日日喺旁邊坐，喺旁邊對住，潛意識入面就會覺得壓抑屈機，做事冇底氣冇鬥志，事業上受到無形嘅打壓，點努力都抬唔起頭，錢自然就唔順，財氣亦都留唔住。我見過一個客戶，屋企客廳唔大，樓底亦都唔高，但就擺咗一尊1米幾高嘅紅木雕刻，擺喺客廳正中央。結果屋企嘅氣場好沉，佢自己都話日日喺屋企就覺得成身唔舒服，做事冇精神，生意上亦都一直停滯不前。後來我叫佢將紅木雕刻搬走，屋企即時變得闊落光亮，佢嘅狀態亦都好咗好多，生意亦都慢慢有起色。記住，客廳唔係雜物房，亦都唔係面試場，唔使擺那些又大又重冇用嘅累贅擺設。真正嘅風水係簡潔通透舒服，多留啲空地方，等氣流自由運轉，財氣先可以聚集，你亦都先可以心情舒暢，鬥志十足，錢自然就順風順水。那些長期唔用、體積龐大嘅擺設，即刻處理咗，唔好留住佔地方、壓氣場，純屬自討苦吃。第7樣，閒喺度鋪滿灰塵嘅空鳥籠、空魚缸，呢個係困頓枯竭嘅象徵，將你嘅財運全數熬乾咗。好多人以前中意養花鳥魚蟲，覺得可以俾屋企添啲新氣，但係後來雀仔飛走咗，魚死咗，就唔捨得扔掉那些貴價嘅鳥籠魚缸，就將佢哋空空如也咁擺喺客廳嘅角落，鋪滿灰塵，覺得以後仲可以養。殊不知呢啲空鳥籠、空魚缸正在悄悄耗你嘅財氣，令你嘅財運徹底枯萎。喺風水入面，鳥籠係囚禁束縛嘅象徵，空鳥籠就相當於被困住嘅財氣，擺喺客廳會令你嘅運勢受到束縛，錢冇門路，發展冇空間，就好似被困喺籠入面一樣，難以突破。而魚缸喺風水入面代表財富，水就係財，魚缸入面有水就相當於財富充盈，但係個魚缸係空嘅、乾涸嘅，就代表財富枯竭、財氣流失，點儲都儲唔住錢。我見過一個客戶，屋企擺咗一個空魚缸，擺喺客廳顯眼嘅位置。佢話以前養過魚，後來魚死咗就一直空住，結果嗰幾年佢嘅生意一直虧損，唔到錢，仲欠咗唔少債。後來我叫佢要麼將空魚缸扔掉，要麼注滿清水，養幾棵富貴竹。佢揀咗後者，唔到半年生意就有好轉，亦都慢慢還清咗債，手頭亦都儲到錢。仲有那些空鳥籠，尤其那種精緻貴價嘅，唔好覺得留住有用，擺喺客廳只會俾你傳遞束縛困頓嘅信號，令你做事束手束腳，唔敢嘗試，此嘅機會擦身而過，日子越過越屈機。聽我講，如果唔想再養花鳥魚蟲，就將空鳥籠、空魚缸即刻送俾朋友，或者當成廢品回收，唔好留住鋪灰。如果唔捨得扔，空魚缸可以注滿清水，養幾棵富貴竹、綠蘿，令死水變成活水，既可以添新氣，又可以聚財氣。空鳥籠就即刻收起身，唔好擺喺客廳，唔好俾佢再耗你嘅財氣。第8樣，造型鋒利嘅刀劍、尖刺狀裝飾品，呢個係煞氣戾氣嘅象徵，唔單止耗財氣，仲會破壞家庭和睦。好多男人中意收藏刀劍，覺得有氣勢有個性，就將一把冇入鞘嘅龍泉寶劍掛喺客廳嘅牆上。仲有啲人中意擺一些尖刺狀嘅裝飾品，比如鋒利嘅鹿角、尖銳嘅珊瑚、稜角分明嘅水晶簇，覺得靚有品位。殊不知呢啲嘢
正在悄悄破壞你屋企嘅氣場，耗你嘅財氣，仲會令你脾氣變得暴躁，家庭矛盾不斷。從風水講，刀劍、尖刺狀裝飾品外形上帶住強烈嘅攻擊性同殺氣，會割裂屋企原本溫和順暢嘅氣流，令屋企嘅氣場變得浮躁混亂，戾氣加重。長期生活喺呢種環境入面，主人嘅脾氣會不知不覺變得暴躁易怒，同屋企人講嘢總係帶住火氣，一啲小事就吵架，家庭和睦被破壞。出門同同事、客戶相處，亦都容易發生衝突，人物流失，財氣自然就走咗。更嚴重嘅呢啲鋒利嘅物件喺風水入面屬於沖煞之物，會沖散屋企嘅財氣，令你錢唔順，甚至會遇到意外之災，導致財富流失。我見過一個客戶，屋企客廳牆上掛住一把冇入鞘嘅寶劍，結果嗰幾年佢經常同人發生爭執，生意上亦都總係遇到麻煩，虧損不斷。後來我叫佢將寶劍收起身，用布包好，鎖喺櫃最深處，佢嘅脾氣慢慢好咗，生意亦都變得順利。我唔係唔俾你哋收藏刀劍尖刺狀裝飾品，關鍵係要妥善存放，唔可以擺喺客廳顯眼嘅位置，更唔可以擺冇入鞘嘅刀劍。如果真係中意，就用厚實嘅布套將刀劍尖刺狀裝飾品徹底包好，然後鎖喺櫃嘅最深處，唔好俾佢嘅煞氣、戾氣影響屋企嘅氣場同你嘅運勢。記住，客廳係聚氣納財嘅地方，需要嘅係溫和順暢嘅氣場，唔係煞氣、戾氣。那些鋒利嘅有攻擊性嘅裝飾品，即刻收起身，唔好俾佢哋再耗你嘅財氣，破壞你嘅家庭和睦。第九樣，掛滿一整面牆嘅舊相，唔好覺得係留回憶，其實係喺拖你後腿，耗你嘅鬥志同財氣。流傳幸福嘅回憶係好事，冇人反對。但如果你嘅客廳入面整整一面牆都掛滿舊相，有你細個嘅、返學時期嘅、拍拖時期嘅，密密麻麻，冇一啲空隙，咁你就麻煩呢啲舊相正在悄悄將你嘅精神能量拉反過去，令你失去向前拼搏嘅動力，財氣自然就留唔住。我見過好多人客廳掛滿舊相，日日睇住以前嘅輝煌，以前嘅甜蜜，就會不知不覺嫌棄而家嘅平淡日子，覺得以前幾好，而家點解咁唔順？以前賺得多，而家點解咁難？久而久之就會變得消極頹廢，唔想努力，唔想拼搏，覺得反正再努力都反唔到以前嘅樣子。呢種心態點可能揼到錢，留得住財氣？從風水講，舊相代表過去，客廳掛滿舊相就相當於你嘅運勢一直停喺過去，無法向前發展，財氣亦都無法入來。而且太多舊相會佔據客廳嘅氣場空間，令氣流變得堵塞，影響財氣嘅聚集，同時亦都會令你變得懷舊、消極，做事畏首畏尾，唔敢嘗試新機會，錢自然就唔順。正確嘅做法係什麼？淨係揀一兩張最有代表性嘅全家福或者最有意義嘅舊相，擺喺茶几角落、電視櫃旁邊，唔使太顯眼，既可以留個回憶，又唔會影響氣場。其餘所有舊相通通整整齊齊收喺相簿入面，收起身，唔好擺喺客廳，唔好俾佢哋再拖你後腿。記住，人要向前看，財氣都要向前來。一直活喺過去嘅回憶入面，只會令你停滯不前，財氣亦都會離你越來越遠。唔好犯呢種低級錯誤。講到呢度，有人可能會問：我屋企客廳呢9樣嘢有好幾樣點算？是不是要花大錢請風水大師上門調理？我明確同你講，唔使，完全唔使改變你而家嘅壞運氣，留唔住財嘅困境。根本唔使花一分錢，亦都唔使請什麼大師。最核心、最有效嘅秘訣就4個字：乾淨明亮。好多人將風水諗得太複雜，覺得要擺呢個放嗰個，要算八字睇方位，其實根本唔使。風水嘅本質就係環境同人嘅和諧。你將屋企收拾乾淨、整理整齊、光線充足、氣流順暢，你心情就好，腦袋就醒，做事就順。財氣自然就會被你吸引過來，呢個比任何大師、任何符咒都有用。你而家就可以花一個下晝嘅時間，將客廳徹底清理一遍，將那些該應嘅、該收嘅全部處理咗，將地面、桌面徹底抹乾淨，將窗打開，通通風，
令新鮮嘅空氣、充足嘅光線走進屋企。當你將所有垃圾、所有負能量物件全部清理乾淨嘅那一刻，你會發現全屋突然變輕咗、變闊落咗、變光亮咗。你嘅呼吸會變得深沉，內心亦都會變得踏實安定。那種壓抑屈機嘅感覺會即時消失。其實整理空間嘅過程就係喺梳理你雜亂無章嘅內心。你留住塑膠假花唔係因為唔捨得，係因為你內心懶惰，唔想費心打理。你拖住唔換時鐘嘅電池，唔係因為冇時間，係因為你習慣咗拖延，做事唔果斷。你嘅茶几亂七八糟，唔係因為冇時間收拾，係因為你缺乏自律。做事馬虎了事，呢啲壞習慣不單止影響你嘅生活環境，更影響你嘅運勢同財氣。你連自己日日對住嘅客廳都控制唔到，連屋企嘅垃圾都懶得清理，又點可能控制好自己嘅人生？點可能賺到錢留得住財氣？我做風水命理咁多年，見過好多逆襲嘅人，佢哋唔係運氣突然變好，亦都唔係遇到什麼貴人，而係從整理自己嘅屋企、清理客廳嘅垃圾開始。當你將屋企收拾得乾淨明亮、井井有條，你嘅思路就會變得清晰，你嘅心態就會變得積極，你做出嘅每一個決定都會係正確嘅，錢自然就順風順水，財富亦都會慢慢聚集。最後我想同你講一句，風水唔係迷信，係生活嘅智慧。財氣唔係靠求來嘅，係靠自己營造出來嘅。你屋企嘅客廳就係你運勢嘅晴雨表，亦都係你財氣嘅聚寶盤。唔好俾那些亂七八糟嘅耗能物品耗光你嘅財氣、你嘅鬥志、你嘅福氣。今日就俾自己一個承諾，即刻動手清理你屋企嘅客廳，將那些該扔嘅、該收嘅全部處理咗，唔好肉赤，唔好猶豫。相信我，用唔到幾耐，你就會發現你嘅心情變好咗，做事順利咗，個荷包嘅錢亦都越來越多，日子亦都會越過越順暢。呢個唔係玄學，係實實在在嘅生活規律，亦都係最靠譜嘅風水。